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7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、45节。创世纪29章第1节到第8节。哥林多前书第4章14节到2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宽容。最近的辅导传道书的中间，咧讲到渐渐世俗化的超大型教会，遐个只有咧追求成功的宗教领袖，一寡人才着信仰宗教的礼仪来壮大家己，想要掌握迄个权柄，互因也是讲想要享受迄个特权啦吼。雅各伫咧流亡到伊阿舅的厝的时阵，亲像好那亲像拄开始嘛是掌握一寡权柄。创世纪29章第1节到第8节，记载着雅各接近阿舅的家的时阵，主控着迄个沙漠中间水井的权力，主动来拍开水空口的即个挂。雅各继续行去到伫东方的地。伊看到野地有一口井，有3阵的羊群伫遐，人抢水，抢迄口水的井的水要来互羊啉。井用大地的石坎地，平常时羊群聚集伫遐，各样的将石头刷开，抢水互羊啉，再搁将石头刷到去原位。雅各对因讲：“朋友啊，恁对倒位来？”因讲：“阮对哈兰来。”伊问因：“恁减捌哪好的孙6班？”因讲：“阮捌。”雅各佮讲：“你有好势无？”因讲：“有。你看，伊的查某囝来结带伊的羊群得来。”雅各讲：“日头遮尔大。”还未到下赶羊倒转去的时间，那毋互羊啉水，搁去食草。因讲：“阮还袂当，天后所有的羊拢到，目前才会当甲石头刷开，才会当互羊来啉水。”事实上，咱知影伫世间中，无论倒一个权柄，拢无法度代替上帝的权能。就算讲，雅各伊伫个阿舅的厝里受到欺骗压迫，但是上帝的赐福却是来大大超越着这个人的权柄。这提醒咱伫咱的教会内底，咱毋是咧追求权柄，是咧追求信仰的团体，因为权能是属于上帝保罗写互哥林多教会批信的中间，提到着初代教会的问题，就是有人伫教会中间有骄傲、有自高自大。保罗提醒上帝国的实现，毋是靠着言语，是靠着上帝的权能。伫哥林多前书第4章14节到20节的经文，安尼讲着：我写这篇互恁，毋是要互恁见笑，是要互恁做家己亲爱的囝弟，甲恁教示。恁虽然有规万国教导的人伫教恁捌基督，毋过老爸只有一个，通过福音，我伫基督耶稣成做恁的老爸，所以我劝恁着学我，因为安尼我找提摩太去恁遐，伫主的内面，伊是我亲爱佮忠实的囝，伊会将我甲基督耶稣结连的模范，就是我伫逐所在、逐教会所教示的事，甲恁提醒。恁中间有人想讲我袂去恁遐，就自高自大。若是主的意思，我念伊会去恁遐，迄时我就会知遐会骄傲人是伫讲什么，嘛知因会当做什么。因为上帝国的实现，毋是靠言辞，是靠权能。
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，45节。恁着感谢上主，着求叫伊的名伫万民的中间保养伊的作为，着对伊来吟诗，伊唱歌而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作为，着夸耀伊的圣名，着愿追求上主的人的心来欢喜，着换靠上帝甲伊的权能，不是追求伊见伊的面，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。伊所竞选雅各的子孙啊，恁着想念伊奇妙的作为，想念伊神热，甲伊所讲判断的话。伊是上主咱的上帝，伊的审判普及全地，伊的记日，伊的约直到永远，伊的应允直到永远。伊的记日甲亚伯拉罕的约，对以撒所立的誓。伊对即个约，互雅各做规例，互以色列做永远的约。伊讲：我要将迦南地赐互恁，做你永远的产业，通互因遵趁伊的规例，遵守伊的律法。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。恳求主耶稣基督的权能降临伫阮的生命中间，来掌权，来带领，来保守阮。求主教导阮，着谦卑来跟对，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